是虔诚的听众，拄则甲咱各位所讲解六祖坛经，就是解说甲正文第25页，就是解说甲正文第25页。对头算倒来，就是解说甲第13节。对头算倒来，就是解说甲第13节。也就是对尾算倒来，解说甲第2节。对尾算倒来，解说甲第2节。就是解说甲真如即是念之体，念即是真如之用，就是解说甲迄个所在。即马就要来说来解说下面。下面就是真如自性起念，非眼耳鼻舌能念。真如有性，所以起念。真如若无眼耳声色，当时即坏，现伫是真如自性起念。略今虽有见闻觉知，不染万境，而真性尚自在。故经因善能分别诸法相，以第一义而不动。即马呢，就来说来解释这段道理。在这所在，六祖慧能大师呢，就是伫咧解说啥物叫做讲做无念，而且呢，将这个无甲念来甲分开说明。所以叫做讲无呢，就是无妄念；所以叫做讲念呢，就是有正念。所以这个无念就是讲去掉妄念，提起正念，而且说明念甲真如的关系。讲真如这就是念的本体，念就是真如的作用。咱即马所以要来解说讲真如自性起念非眼耳鼻舌能念。讲这个真如的自性起念，毋是眼耳鼻舌能念。对这两句话呢，咱必须要解说清楚。因若无呢，就可能将这个真如自性的正念呢，该当作是一种的妄念。伫遮所讲的真如自性起念，也就是讲真如自性，伊有伊的智慧功能。这个智慧功能自然会当发起的作用，这就是遮所讲的真如自性的起念。会记哩临济大师有安尼讲，有一位无为真人在咱人的眼耳鼻舌身意六根，伫咧放光动地，讲在眼或见，在耳或闻。这个无为真人就是遮所讲的真如自性。这个真如自性伊的作用就在眼耳鼻舌身意的六根这个所在。目睭会看，耳孔会听，这拢是啦。那既然安尼，咱现主是嘛会看嘛是会听咯。安尼，咱是毋是就是真如的作用呢？对于这个问题咱就是爱研究的所在。咱现主是虽然目睭爱看，耳孔也爱听，鼻孔会闻芳草，喙知影咸酸苦涩，身躯的感触也会当好有知觉。但是呢，咱的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对着六尘中间呢，生起了四个分别作用。
若是真如自性的作用呢，只有直觉的作用，伊无分别作用。所以虽然在眼或见，在耳或闻，甲咱一般凡夫所看、所听不同。为什么会不同呢？咱一般的凡夫就是真如的体相呢，有一定的迄个无明烦恼。所以真如自性伊本能发挥出来，透过迄个无明烦恼的作用出来，那就变了质了。就等于讲，咱有好好目睭会看物件。你目睭若是无啥物件夹杂咧，安尼直接甲看出去，白纸看就是白，黄的纸看就是黄的，看就是本来色。但是你这中间，你若甲挂一支有色的目镜，若挂一支青色的，安尼迄个白纸看落青；你若挂一支黄色的，迄个白纸看做黄的。那这就是因为中间有迄个目镜伫咧。咱的妄心的作用也是甲这同款意思。本来是真心智慧妙用，但是呢，经过无明的作用，所以呢，就变成一种的虚妄的作用走出来。所以咱虽然也会看，也会听，就是讲略紧有作用，却毋是真如自性的起念。也使甲讲真如自性的起念了，搁再加以无明烦恼，所以变成一种的虚妄的作用。咱会记得好，伫遮所讲的真如自性起念，这个起念毋是咧讲真如自性起了分别妄念。这个起呢，就是讲发起，念就是讲正念，就是讲将这个真如自性发起迄个正念出来。也唯有这个真如自性呢，才有迄个正念。咱摕一个目睭的比例，就是讲咱这个目睭会发起迄个看作用，毋是这个目镜会看。目镜虽然是讲你若目睭透过遐过会甲你变质，但是伊本身根本是袂看。那这就是说明下面的非眼耳鼻舌灵念的意思。讲咱必须了解，咱的眼耳鼻舌身意的略紧的作用，伊的灵作用的本体应该是真如自性，毋是眼耳鼻舌身意。伫遮讲做眼耳鼻舌，欠两个身意，但是包括在内。毋是迄个眼耳鼻舌身意灵念就等于讲你这个目睭会看，毋是你的目镜会看。甲这同款的意思，咱就可以了解。讲真如有性所以起念。讲这个真如有性，这个性呢，就是一种性灵。就是讲，这个真如呢，伊有迄个性灵，有迄个功能，所以呢，才会起念。假如讲真如若是无迄个性灵，若是无迄个功能呢，就袂起念。伫遮所讲起念，就是讲发起正念出来。那就是讲，咱这个目睭有看的功能，才会看咯。那这个目镜是无迄个看的功能，目镜只会帮助咱人，但是帮助好帮助歹就是不一定。假如讲咱目睭近视，挂近视的目镜，你会当看较远。你若是讲目睭已经老花啦，你挂迄个目镜，会当好看到字。你若是目睭直直疼，挂迄个有色的目镜，安尼呢，就看日头较袂遐差。毋过呢，你若是讲好好的目睭，你甲挂一个有色的目镜，或者是讲好好目睭甲挂一个老人目镜，或者是讲近视目镜，哇，你就糟糕。你迄个目睭的作用变质啦。你若是讲本来呢，
都毋是老人目，你挂迄个老人目镜，挂了到伫头壳会戆啊！你本来都毋是近视，你看你近视目镜，看起来煞无快。咱众生现主是妄念甲这共款。本来咱这个真如自性呢，有伊的正常的功能，但这个正常的功能发挥出来了，就是互迄个无明烦恼该障碍，所以呢，就变成一种的妄见妄分别走出来。那对这个问题，我过去呢，有常常提出一个公案出来说明。我在这个所在，我咱是搁提出来说明呢，互咱来体会当了解。所要讲的就是讲真如自性起念，真如有性所以能念。但是呢，这个真如的念呢，毋是讲去变色能念。我即句话讲，就是讲真如自性之念呢，乃是一种的直觉的智慧作用。过去有一个技师去问一位禅师。讲禅师啊，禅师啊，什么是真如啊？就等于这所讲的真如自性，伊是什么呢？这个真如自性，伊这六祖慧能大师讲，就是讲本来无一物。既然是无一个物件，要哪甲你讲什么是真如自性？也毋是圆，也毋是扁，也毋是乌，也毋是红，也毋是白，也毋是偌大，也毋是偌细，毋是世间的物质，你要安怎样啊？来甲你讲是啥叫做真如自性，实是足歹讲。但是这个禅师真高明，迄当时阵有一个小沙弥对遐过，禅师就甲叫小沙弥，直接讲小沙弥，迄个小沙弥互禅师甲叫一个，甲应一声讲阿弥陀佛，头壳学倒转来。迄个时阵啊。禅师就开始技术讲，这就是真如自性的作用。那这个技术呢，有个问伊一个问题，就是讲什么是无明啊？啊，大海啊，这个无明是虚妄的，也无一个体的物件，咱必须了解。真如自性是有体有用，无明呢是无体，但是有作用。啊，既然无体的物件嘛是无形无相嘛是看袂到啊，要哪甲讲出来呢？迄当时呢，伊就问讲小沙弥，你的真如自性伫倒位啊？你的佛性伫倒位啊？小沙弥从来毋捌听过这个道理啊，因为囡仔嘛哪会知呢？想想咧，毋知，头壳摇摇咧，意思讲毋知。迄当时阵，迄个禅师就甲你技术讲啊，这就是无明啦。哦，迄个禅师就了解。那我引起这个公案出来，我相信咱嘛会当了解咯。就是讲，当迄个禅师来叫迄个小沙弥，迄个小沙弥直觉的反应，拢无经过伊的分别心，伊随时要印一句阿弥陀佛，头壳学倒转来，迄是一种的直觉的反应。这个直觉的反应无经过伊的分别心的迄个反应啊。这个就是遮所讲的真如自性起念，也就是真如自性的智慧妙用，也就是临济大师所讲有一个无为真人，在六根门头，伫咧放光动地作用。因为迄个小沙弥，互老的心甲伊叫一声。伊就随时就是阿弥陀佛，随时头挖来。迄个时阵啊，无经过思考，就是讲无经过心，我在想过，谁人在叫我呢？啊，我是毋是该伊呢？无该伊呢啊？伊无咧分别遐，随时叫的，随一句都阿弥陀佛，头壳挖倒转来。迄是最直接的、直觉的一个反应，那就是真如自性起念。但迄当时阵，这个老禅师搁在问讲：“小沙弥啊，你的佛性伫倒位啊？”但系啦，我的佛性伫倒位啦。迄当阵小沙弥当然去找啊，我的佛性伫倒位，想到啥物看呢？想想毋知。那迄当时阵呢，就是小沙弥已经啊
落在分别念、第二念、第三念、第四念，毋知偌一念毋知啊啦。那就是讲，因为来回想问伊就去想啊，想就是心理的分别。那这个心理的分别，就是一种无明的作用。好，安尼咱就可以了解讲，白白共款，咱的目睭会看、耳会听，六根共款这个作用。那为什么咱袂使来叫做讲，咱这就是真如自性起念呢？因为啊，真如自性起念是无毋对，但是中间受到迄个无明的惹蔽，所以结果啊，就变成真呢转为妄，就变成了背甲合定。咱下个修行就是要转妄来归真，也就是要来背定合觉。这只慧能大师讲个真清楚，就是讲真如，因为伊有迄个性能，有迄个功用，所以才会起念。下面讲真如若无啊，眼耳声色，当时即法。讲这个真如若是无，若是无这个真如，也拿呢这个眼耳声色。就是讲，咱的目睭，咱的耳孔，目睭所对的就是色，耳孔所对的就是声，同时即坏。讲这个同时呢，就是破坏了，就是无去了。为什么破坏？为什么无去啦？意思就是讲，因为有咱的目睭来去看外面的物件。这有表示讲有外面的物件存在，有咱这个耳孔来去听到音声，则表示讲有迄个声音存在。加上讲咱若是无这个目睭看的作用，无迄个耳孔听的作用，也拿呢物质声音的存在等于无，所以才讲做同时即法。下面讲现地是真如自性起念，六根虽有见闻觉知，不染万境，而真性常自在。讲现地是啦，你必须要了解。讲这个真如自性起念，六根呢虽然有见闻觉知。毋过呢，确实袂去黏着迄个万境，就是讲袂去黏着迄个外面的这个境界。也这个真性呢，常常都是自在。即嘛，这段呢，就是伫咧说明真如自性起念，甲咱妄心的起念有所不同。这个真如自性，伊有伊个观照的功能，就是讲伊的智慧妙用。所以呢，伊会发起正念来。但是发起这个正念，必须了解，将这个真如自性所发起的作用，到底要在什么所在来去表现出来呢？要来去显示的作用呢？一定有显示作用的所在才会使。伊显示的作用的所在，就是在迄个六根。所以这六根呢，就有见闻觉知。这个见闻觉知，我那是欠两个，应当是见闻嗅想觉知。在眼活见，就是讲耳孔就是看外面的景色。在耳活闻。就是讲，这个耳孔，咱这个目睭看，就是讲，咱这个目睭看，目睭会看这个物件，眼就是目睭咯。目睭会看这个物件，耳孔呢会去听，耳孔会去听外面的音声，所以在耳活闻啦。也搁再过来就是鼻舌，就是嗅想。鼻孔会鼻，叫做讲嗅，就是讲鼻迄个芳啦、臭啦，这种的气味。喙齿呢会去啖迄个咸酸苦涩，
这个就讲相。这个角呢，就是讲在这个身躯叫做角。这个角就是讲，咱这身躯的皮肤甲外面的物件来去接触迄个时阵，有这个接触就变成一种感觉，这个就讲角。过个是滴，这个滴呢就是意咱这个意根呢就是一种了知。六根就是眼耳鼻舌身意。所对的就是色声香味触法，伊的作用就是见闻嗅尝觉知的作用。但是六根呢，虽然有迄个见闻嗅尝觉知的作用呢，却是不染万境。万境就是一种形容词，就是种种的境界。就是讲，虽然眼耳鼻舌身意对着色声香味触发的迄个六尘，中间有这个见闻嗅尝觉知的作用却是呢未去互外面的境界甲伊染去，未去互得，未去互得着。伊真性上自在，而且呢，伊这个真性是常常都是自在。这个自在就是自由解脱的意思。伫遮所讲的真如自性起念六根，虽然有见闻觉知，不染万境，而真性常自在。这也就是在《金刚经》内底所讲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也就是叫做无住生心啦。这部《金刚经》的纲要在什么所在就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我再改较简单的，就是叫做无住生心。这个无住就是讲无执着，无执着就是遮所讲的不染万境。这个生心呢，就是真如自性起念六根有迄个见闻觉知。六根虽然是有见闻觉知，但是却是未去得到六尘的境界。这就是无所住而生其心。无所住而生其心，这是咱伫咧学佛法的人的一个真正重要的问题。咱伫咧学佛法的人必须要发心，或者是发心自己断恶修善，或者是发心修善，或者是发心度众生，来行菩萨的六道。这就是叫做生心咯。但虽然咱发心呢，咱心袂使去甲伊注着。所以释菩提尊者问咱世尊讲：因何应住？因何含乎其心？咱世尊就是讲：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对于外面这个色声香味触法六尘的境界无自着，在无自着迄个所在，又会搁再发心来修行。当然，在《金刚经》内底，只是提出一个例，就是对外面的色尘境界，也无自着迄个所在呢，搁再会晓来行六道行，搁再来去布施来去做功德。所以无住生心，这是咱学佛修行的功夫的纲要。咱学佛修行，六祖慧能大师在前面一再甲咱说明，学佛修行爱打梦，把这个梦想给打倒无毋对，但是梦想打倒了呢，并毋是讲咱的心就亲像迄个插头，像石头，拢无震动，毋是这个意思。你将这个梦想给去掉，就是互你会当好无执着。梦想去掉迄个所在，摕去正念，就是互你会当发心来去修。所以伫遮慧能大师才讲，真如自性的起念就是一个真正奥妙的。安怎样奥妙法呢？就是讲这个六根
虽然是有这个见闻觉知，但是不染万境，也这个真性呢是常自在，真性常常呢都是自由自在，正正就是由于不染万境，才当得到自在。假如讲心呢，若是染到这个万境根本就无法度得到自在啦。下面故境因善能分别诸法相，依得一义而不动。讲所以呢，在这个经安尼讲，直接所讲这个经是来自倒位呢？这个经就是来自维摩诘经。在维摩诘经的这个佛国品我安尼讲，讲善能分别诸法相。善能就是讲真正会当，就是讲真正会当来分别了诸法相。这个诸法相就是讲一切法的差别相，但是却是呢依第一义而不动。在这个第一义体的真理却是不动摇。这个分别呢有自性分别、过度分别、甲随念分别。在这个所在，会使甲当作讲，就是这种的过度分别。就是讲来分别了种种的这个差别思想，所以叫做讲做法相，就是讲这个差别相在外面可以看，这个名叫做法相，这是表现在外面，互咱所看得到，也忽略自性起念有这个妙用。透过六根，有见闻嗅尝觉知，但是呢，虽然是分别了世间的这万事万物，却是依第一义而不动。这个第一义呢，就是属于性智自觉所得，唔是言说妄想的这境界。那么名叫做第一义呢，就是讲第一义体。第一义体也就是前面所讲的这个自性，或者是讲真性。意思就是讲，虽然有迄个智慧妙用伫咧分别法相，但是真如本性呢，俨然不动。咱人都毋是哦。咱人心若是有去分别物件，咱心就动了，无可能讲心不动。咱若分心去，咱心就动。就会当到讲，虽然伫咧分别诸法相，但是伊第一义不动。就是讲，虽然咱心伫咧起作用，咱心呢不动摇。这款的功夫实在是无简单。唯有得到这个功夫的人才有办法。不过咱往往是爱以这个为咱的目标，好好来去学习，会当好来证到真如本体，将真如本体来发起妙用，就会当好善能分别诸法相，依第一义而不动。注意看先听讲，咱今日节目时间经到，所以我甲咱各位所讲解了这段经，就讲到这个所在。感谢诸位收听，祝诸位法喜充满。